三分水库因为积真侪烂土，水库会当欠水空间哪来哪小。因为即马水位长低，第六河川局邀请国军来到清理水库的土沙，听候水来的时阵，就会当有更较侪空间来吸水。嘉义县大埔乡的三分水库内底，100多名国军官兵当日无用操作大型机械，要趁即马也未落雨，赶紧清理水库内底的土沙。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国军在进驻在地方来投入在清淤的这个作业啦他们在这次的一个清淤作业，其实在第一次的加强这些功能其实对以后的这个清淤的模式，它其实又打下了另外一种的一个基础。虽然是清明连续假期，第六河川局为着要解决长久以来水库囤水量愈来愈少的问题，趁即届可汗请国军来清理水库的积载。因为他现在就是缺水期，那刚好现在就麻烦国军弟兄，总共他们来了140几位，那非常的感谢，要从3月清淤到6月，那这样子我们的蓄水量才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民众才会有水可以用这样子。大埔乡公所表示，三分水库其实拢伫咧嘉义县内，只是管理单位伫咧台南。公所透过第六河川局甲国军的合作，清理水库的积载，增加水库的囤水量。当雨水来的时阵，都会当互囤水的功能搁再提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